花莲凤林白林沙区的居民最近在沙区公园度自家搭备一撮土油，希望本沙区妈妈是在提亚只个好行动时，还有本亚只卫所变做居民起飞的场所，继续来认识一个土油的故事。要不给它圆圆是吗？对，啊，圆形的。大早，花莲凤林白林沙区的妈妈也到，做啲沙区公园都会棚的客无限定的。请看到人数已经免托，每天的7点用棍的站平来。有啲妈妈喺讲做到唔顺心，沙区家政班长陈银幕，昨天我经讲嘅音乐，喊我一步步的示范。你要吗？你要吗？好，再放进来。他摸来。该放走掉，你要吗？你就给它弄给它平均这样子。对。啊，它太低的。一大团是多少？多重？一大团我没有称啊，就把它称这样子啊，不够的再。我叫你提前去对学的。係啊。嘿。很難嗎？唔會啊。又唔難咯。該叫裝好好，安尼做，安樣緊做啊。係啊。係啊係啊，錯啊。呢位冇食過披薩。有吃過，唔係自家做，唔係做內食的。今年8月，鳳林白林沙區結合搶鹽團來公辦的力量。啲之前喺育產的蔬菜沙區公園巡合，特別一撮奶料，一撮唔夠人數的奶料，對一群無經驗的白林沙區居民來講係當困難的。尤其一個奶料，唔單止要做啲起火落派，唔會立體，還靠本食材派來溫度當源。因為按入負責設計做嘅沙區公辦。蠻難以熟悉資料，按照到去演示參觀搶購，經過無天的討論修正設計過後，將設計出合乎白林的內容。不過，提交面臨的難題，就係鳳林地區冇產豐富的黃奶。其實本該動腦筋啊，切個做切個地，條歌嗌配件的哦，那個做個做條咩，佢就叫做原理，按了就啊想起來就是曉得做的。記了的就其實講起來，講簡單當簡單，啊，會做起來是冇咁簡單啊。因為第一點，因為我都兩片呢，會浸兩往來冇咁快，哦，兩往來冇咁快浸，也是哦，我都會兩人又認了，透過又總認入，哦，認見嘅壁係往來兜嘅，所以講我都是因立體嚟認見。給那幾個奶來做。鳳林地區早期留下來嘅原料變做最大嘅公式，不過佢嘅腦袋保溫豐富嘅奶嘅油體，搖下背一起火本火燒嘅保護層，也唔係專嚟佢嘅就好，地圖係當有項目呢。佢哋係只保護層，嚇地圖提一層，啊你也用標嘅上來提一層沙係用好嘅時節。啊，長一層嚟，佢係玻璃甕嘅，哦，空係玻璃甕嘅，哦，擺一層，然後過來時過吞一層沙嘅，沙吞好，再過一層黃奶，哦，黃奶是講因為黃奶做得奶薄，薄唔會直接燒下去。啊，要怎你弄怎來煎落啊？曉，多白啊？啊，這煎落安尼啊？個煎落。有較好食無？有啦。因為奶油我配麥嘅喏，本人講起貴子呢樣嘅沙區媽媽，見白也提出本人想也想唔到嘅創意，除咗接上看到嘅麵包以外，土雞、包薯、番薯也都食得到奶油度地度派。你下肉係豬肉係講訴求係麵包油，結果喺度起火嘅時間，看到兩火兩紅嘅火做得配。做咧配雞，做咧配番薯，做咧配包燒，我喺度就拿來試，然後得落去試配，結果真係做得配了啲東西，就喺度講，要萬一我上嚟配雞，你就自家來起火，自家來配。按照陳燕妹阿妹，喺個吃點同客家傳統嘅鹹菜乾扣肉，然後西洋嘅披薩做結合，啲奶油配出有客家特色嘅披薩。每間烤肉街當很有名嘛，當有名，人家就講冇得試看咧。
要做200個啦，當合適，200種火鍋來做呀。比一般的披薩，它那個材料冇強壯，給了最好，還有個香味。好，这个我吃了。不會熱啦。很會哦。那我們哪？安尼叫放起來。係啊，安尼食啊呀？食啊，迄魚類放起來就食啊。係啊，會燒烏無？未啦。鹹菜罐扣肉披薩，講拍落做嘅方式，和一般的披薩無乜無分別，也唔會難。只係無人想到，有兩項加起來會有暗號嘅味道。唔過我配到好，火嘅態勢我做嘅準，鐵白配差唔多都係18頁。配麵包嘅時候，麵包鐵白配唔滴，佢嘅問題哈，地圖嘅嗰個要慢些去處理佢，就會鐵白配就會失敗。係按現來唔係講捱到肉嘅問題，是捱到嗰係人為嘅問題，就會講嗰麵包會配污出去。你眼看咧？这个好像还没熟。这个加粉末拉了，有温度高，但是它火有啦，还没熟，这一下子了。故所負責做要裝火嘅温泉角，也學得灑到空調，將喺火特色時節，再拖延行放起來，温油度嘅熱度唔會走人家。因為嗰個跳下起嘅火下射咧，嗰個欠人撈起嘅火冇走人家走脫，就係來欠人。地圖係配嘅東西會下結束。明年要做過。這個放着，我們再改良新的，以後再個比較。這邊烤雞，那邊烤披薩啊，烤麵包。唔過總講喺鐵白做奶油，暫時還會配唔上食材無數嘅時節。故所一樣嘅改做奶油，本奶油行較好用，也行較衛生。記得一開始上，一排葉記得行一百計劃度。按樣配哦，地白都看到磨動槍哦，按上兩個條嗰配嘢呢，用鐵鋼嘅落去，按做條小火，按用個溫度來配，那就上到了方法那個做成呢。熱的話就500度了。來，拿，好，這樣。好食的披薩一盤盤從奶油度拿出來，食過嘅人都見説見懊惱。白蓮沙琪居民嘅幾類嘅有心事，同時也做沙琪奶油順合，也就接上糖喺度焚燒上。沙琪啦，那個加進版的哦，講到啲活動就話佢就為了做為了配啊。鋪上去哈。这些青洋草安尼種下有冇吼？落到量吼，大家大家人做在窮下吼，輕快樂，而且也都上了年紀嘅人吼，都得了大水果了，就吼可以來窮下嚟試東西啊，嘛個樣輕歡喜啊。一撮好早期變6年嚟嘅奶油，本來係本沙琪媽媽發揮廚藝，配美食嘅素材。唔過美食按上癮，也從奶油一天天嘅為沙琪帶來歡笑。下個變作居民嘅創業是非場所。一路係禮拜嘅客家新聞插紙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本期附老街新年前本火燒法嘅櫃台班，從今嘅速度殺鬼慢，前半段過有60米，後半段殺衝人油費，變做一條路街兩個世界。唔過談論差唔多50分鐘嘅連班體愛多多嘅改變，本期附愛個歡喜。下禮拜六圈下來關心，我哋再會。